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审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民进党团是主张代理事件应该提出来另外处理，甚至是用专法来规范。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是反对，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拆开的版本会等审评会议审议了后，上紧12月底提送行政院。反对子宫标价。 女人不能租借。在外的妇女团体代表初5早起组织伫立法院的大门口，抗议立法院伫无社会共识，到强行审查代理孕标法案。若通过，恐惊会致使女性的子宫上品化，搁互经济弱势的女性变作剥削对象。 女性的子宫在这其中被视为生产的工具，代孕者要成为廉价的生产线的工人，这种制度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什么对女性的解放，而是对女性生殖能力赤裸裸的剥削。立法院场外抗议的声音不断，场内嘛闹热滚滚。维权委员会当地审议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条约立委拢总提出16个版本，其中5个提案包括代理孕标相关条文。 民进党立委要求把代理孕标另外分开，另外立专法来规范。不过在野党立委是要求卫福部长邱泰源应该爱为政策大转弯公开回释的。 不应该直接就跟这个人工生殖法绑在一起，这不是一条法条、2条法条、3条法条这么简单就可以约束和规范的。你是卫福部部长还是民进党的应声虫？你这样失信于民。 部长，你回答。我们一直努力在收集各方面的。安尼啦，你不爱回答我。因为卫福部今年5月预告修订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甲适用的对象由即卖的不孕症阿某，扩展到同性配偶、未婚单身女性，也甲代理孕标3大族群。不过刷起哦，妇孺团体反对，初二国解讲要甲2个分开处理。对这件代志，邱泰源是讲。 独立的版本已经伫行行政程序，经过性评会审理了后，一定12月底送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